主后2026年6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的供应甲信息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列王记上卷17章第10到24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列王记上卷第17章。住伫基列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讲：我记我所服侍永活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咒詛，这几年我若无祈求，就无露水，嘛袂落雨。上主的话临到以利亚讲：你着离开这，我对东边去，米甸约旦河的东势基立溪边，你要啉迄条溪的水。我已经命令乌鸦伫遐攻击你。伊就照上主的话去踮伫约旦东势的基立溪。逐日的早起时甲日落的时，乌鸦拢带饼甲肉来互伊，伊啉溪里的水。后来溪水干，因为迄个地方无落雨。上主的话临到以利亚讲：起来，去西顿的撒利法，住踮遐。我已经命令迄所在一个寡妇攻击你。伊就起来去撒利法，到城门的时，拄好有一个寡妇伫遐伫抾茶。以利亚就叫伊讲：请用器具舀淡薄水互我啉。伊去舀水的时，以利亚阁叫伊讲：请顺手摕淡薄饼来互我。有人讲：我记永活的上主，你的上帝咒詛，我连一块饼都无，桶仔内只有一杯仔面粉，饭内嘛只有一束仔油。你看，我抾这2支茶，要倒去为着我甲我的囝做饼，阮食了就要等死。以利亚甲伊讲：免惊，你去，照你所讲的去做。毋过大先做一块细粒饼互我，然后为着你甲你的囝做饼。因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桶内的面粉袂减少，饭内的油用袂了，直到上主落雨迄日。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做。以利亚妇人以及伊厝内的人食真侪日，拄照上主通过以利亚所讲的，桶内的面粉无了，饭内的油无减。这个代志了后，迄家的女主人的囝破病，并甲真伤重，煞断气。妇人甲以利亚讲：上帝中央的人啊，我甲你有甚物关系？你来我这，煞互上帝想起我的罪，害我的囝死。以利亚甲伊讲：将你的囝交互我。以利亚对妇人的行程，甲囡仔抱去，带去楼顶伊的房间，下伫伊家己的眠床。伊求叫上主讲：上主我的上帝啊，我住伫这个寡妇的厝，你若要降灾祸互伊，害死伊的囝。以利亚就拍伫囡仔的身躯3遍，祈求上主讲：上主我的上帝啊，求你互这个囡仔恢魂。上主听以利亚的祈祷，互囡仔恢魂，搁活起来。以利亚就抱迄个囡仔对楼顶落来，入去厝内交互囡仔的老母。以利亚讲：你看，你的囝活啦。妇人对以利亚讲：当我知你是上帝重用的人，上主通过你所讲的话，拢是真实。上帝供应甲信息。列王记上卷17章第10到24节，记录以色列先知以利亚的事迹，特别是伊伫上帝的指引下面所行的新约，
见证上帝的信息。以利亚向以色列宣告上帝的审判，指出接落来因要因为犯罪面临旱灾。对拜巴力的百姓来讲，这真正是震撼的消息，因为因相信巴力是掌管雨水的神明。以利亚的祈祷是以色列是毋是会落雨的主因。拄亲像雅各书第5章17节所讲，以利亚伊迫切祈祷毋通落雨，果然有3年半久，地上无落雨。尽管以利亚做得的代志，犹原惹来议论和讨厌，但是上帝予以利亚的重任，伊还是担起来，因为出自上帝的旨意。上帝必然负责大底，上帝的确会供应伊的生活所需。以利亚的任务并无简单，因为打扫矿限毋简单影响以色列百姓的生活。圣殿其中的以利亚上款遭受打扫矿限带来的邀约甲困苦。上帝起先是命令以利亚去基立溪边，派乌仔送食物予伊。了后，佫指示伊去撒利法一个散车官夫的家，予伊得到接待甲供应。安尼一方面，予以利亚佫较坚信上帝必定保守伊；另外一方面，也有官夫伫一杯面粉、一撮仔橄榄油，拢无减少中经验上帝的供应，予伊的信心伫接待以利亚的上时愈通坚定。等到时，以利亚遐尼困顿，上帝按理讲应该有比富裕的家庭来供应伊才对。总是上帝却指示以利亚去一个比伊搁较困顿的散车官夫的家。安尼的安排并无下伫咱的理解，但是以利亚还是顺服上帝，凭信心前往。上帝借着安尼操练以利亚和官夫的信心，毋简单安尼，佫透过官夫囝儿的死，互因看见伊的能力是超越死亡，会当互死人佫活。这个经历亲像戏剧高潮不断，一遍佫一遍提升以利亚的信心，互伊后来会当勇敢对抗巴力的先知。虽然后来以利亚互亚西匹追杀的时，犹原会软弱惊吓，毋过伊坚定相信上帝的确会带领，因为以利亚捌经验到上帝的信息。真侪时阵，就算咱按照上帝的心意行做，还是会遭遇困难和挑战。但是苦难拄好是互咱会当经历上帝作为的时刻，因为若是出自上帝的带领，上帝必定亲像供应以利亚安尼来供应咱一切所需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期待经验上帝信息奇妙的作为无？你渴望家己的信心更较坚定无？以利亚的经历毋是平常人的经历，大概也无人想要亲像伊共款经历邀约、对抗庞大恶势力和被追杀之苦，因为迄恐惊会击溃咱的信心。总是上帝也在呼召咱，希望咱相信伊的供应和信息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信心不断成长。默想，信主侪年以来，我是毋是确实体会上帝踮我生命中的带领？
我安怎顺服上帝旨意？信主侪年以来，我是毋是确实体会上帝踮我生命中的带领？我安怎顺服上帝的旨意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愿我会当亲像先知以利亚同款，亲身经历你的供应甲信息。我相信你是掌管和供应一切的上帝。求你加添予我到野的信心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